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请假要投入总统选战，这时间正拄好是新北市议会排定侯友宜施政报告时间，说是请假无要来，引起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批评。那侯友宜早起就去到灵山寺拜拜，强调讲袂甲答应新北市民的代志放袂记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23宣布请假投入总统选战，不过原本日期新北市议会排定侯友宜施政报告，所以也有总质询甲市长报告明年度总有善案，不过今晚拢确定未参加。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是一致批评。侯友宜请假113天此举，不仅是藐视议会，而且更无视市民的承诺，创下民主跟责任政治的最坏示范。侯市长，你不要再回避了。 特别是今年的总预算高达2131亿，这是创历史新高。市民有权利，你也有义务要跟市民说清楚。请假参选8月正式开始，侯友宜为早甲暗，总共到行程走透透，第一站去龙山寺拜拜。伊表示会和新北市民的承诺袂变，会顾全台湾、顾新北市，秉持信念向前行，也向市民会实力。我会 离开新北市的市政的工作一段时间，这一段时间我跟新北市的市民说抱歉，但我不会忘了新北有事还是侯友宜的事。侯友宜请假被批评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回击。 罗清德身为副总统，说逐工拢咧做民进党主席的工课，无选举。请问罗清德敢有请假过咧？罗清德办公室回应，副总统是被归元首，无请假问题。分突然批评国民党对现政体制什么拢唔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